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4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3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3。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4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34。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8。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0。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4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4。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6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6。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9號 ，and extra number is 49。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6號、14號、20號、23號、28號、34號，而特別號碼係49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追求23張合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去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